即係人分裂症佢往往我哋到現時為止，我哋都未知嘅原因。咁但係我哋知道咧，就係第一佢哋係都係個遺傳加個成長啊。咁好多時候佢遺傳因素喺度嘅啊。咁第二咧就係佢個成長你都會見到嘅，壓力係其中一個令到佢哋會誘發個病。咁但係實際係咩原因我唔知道。不過我哋知道佢個高峰期通常我哋見到就係喺青少年期，可以咁講咧，讀書嘅時間、大學嘅時間咧，係往往係比較係高峰期開始誘發嘅病。咁佢有時候病徵咧，開頭嘅時候唔明顯嘅，嗰時候可能會比較敏感啲，有時候咧會覺得咧個人會有時候覺得好似怪啲，諗嘢會奇怪啲，會缺突啲，又可能咧本身咧有時候咧會同人相處有困難，咁開始慢慢咧有啲人咧就會話讀書可能成績會無啦啦會跌咗落去咁然後之後咧慢慢就開始有呢個叫陽性嘅症狀。咁陽性症狀包括咗係咩咧？就係有時候有啲幻聽幻覺或者有啲我哋叫妄想咁。譬如話有個病人嘅例子，咁有個同學仔睇咗好多年嘅啦。其實佢嗰陣時開咗病發咧，就係佢讀中學後期，雖然喺中學病發咁，然後之後到大學咧，佢繼續咧，佢都可以佢考完試可以考大學添。咁佢入咗另一間大學嘅。咁其中個病發嘅時候咧，喺佢中學嘅時候，佢突然間有一日去咗 camp 唔夠瞓然之後咧發覺咧，突然間覺得周圍嘅人咧都好似想害佢，想捉佢，佢匿埋咗一個山頭野嶺度成半日，咁終於要報警先揾到佢。咁嗰次病發，咁好快病發起，然後之後又好翻。佢甚至乎會覺得有時候啲人會害埋屋企人咁樣，咁覺得自己會俾人迫害感覺。咁所以咧個情況係都幾嚴峻咁影響到佢有時候同啲同學仔關係。咁但好翻之後咧，就真係完全就會真係正常。咁所以佢其實讀書方面咧，其實都受影響，但係影響得嚟咧，其實佢一定可以畢業，甚至 second on 咁樣。咁而家一路做緊嘢咁當然個病有一部分病人，即係人分裂症嘅病人咧，佢的確係會比較我哋叫嚴重啲嘅病，有時有失調。咁好多時會影響到佢哋有時個思維有時候邏輯有時候咧會影響到佢哋咧人際交往有時會變得好敏感會有好多時候甚至乎有啲妄想啲迫害妄想或者甚至乎覺得咧好多啲我哋叫做一啲奇特嘅妄想有時會可能調翻轉，會覺得自己會係有啲超能力咁樣情況。咁亦都有啲幻聽幻覺嘅情況出現，亦都有啲覺覺。咁所以對個病人嚟講，我哋成日講幻聽妄想，點解佢嗰時候冇咗個病識感？就係對我哋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對佢嚟講咧，嗰所有幻覺都係真正嘅感覺，所有妄想都係真正嘅諗法。對我哋嚟講就係話，點解會明冇人嘅時候會聽到人講佢，又明咧啲嘢咁奇特，冇可能佢會諗到好似千真萬確咁樣嘅妄想。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往往個病者咧係冇咗個病識感。某程度上有時係要好小心去處理，去分清楚佢嘅情況需要係去尋求幫助。可以咁講係需要一個醫療嘅治療。個治療方面咧，嗰個亦都係即係好坦白講，視覺失調需要一個適當嘅藥物治療，加一啲我哋叫做心理康復嘅治療社交讀書各方面嘅幫手嘅。